头毛有爱哦。阿雄，你到底要创啊？无啊，伊讲安尼就好啊。我偌准你叫我来运动的。请问俗语伫咧讲去涂酒卖鸭卵，伊的意思是讲人过身去啊。啊，为什么伊是用鸭卵来形容咧？会使讨论哦，会使讨论。哪有咧讲鸭卵的？我是毋捌看过啦。甲歹运我家己是感觉是 B 啦。我感觉我选 C 呢。我是歹势，恁遮大囡仔讲敢若山东腔，奇怪的。其实我觉得讲袂出来。人过身甲歹运无一定。系啊，无一定有关系啊。但是爱互爱伫世间的人爱有好运啊。通常啦，咱会讲鸭卵就是表示讲较无好的啦。通常。好，十好啦，好，无 B 好啦。无定着意思是啊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对啊。 B 啦。三、B 啦二、一，好，好。甲歹运压落底。啊！事情靠得遐难。嘿啊，事情奈难，你都摕到4000块。无讲介难，哎，机会来了哦，4000块。最好的机会哦。是啥？免急啊，免急啊！小姐，我已经开始我。歹势。我无试一个啦。C 敢有台语 C。哦死无代。确定吗？你确定？哦！这我毋捌听过。我慢慢听过。因为咱台湾在地风俗就是讲人过身吼，咱会伫即个尸体骹尾拜骹尾饭有无？对。啊，这骹尾饭就是一碗白饭，啊，顶面放煮熟的鸭卵有无？吼，啊，这是风俗，就是安尼骹尾饭吼。啊，这个煮熟的鸭卵是意思就是人死袂当搁过活吼。啊，过来要放入去棺材的时阵，咱嘛是会伫即个死者遐，就是放，互伊手放一个石头，啊，搁放一个鸭卵安尼。啊，所以咱若像讲，伊就是炸鸭卵上路就对啦，吼，丰盛啊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拄仔有一个算是讲生笑的方式啦，啊，伊就是去涂酒卖鸭卵安尼啦。